時間嚟到1917年 ，Tesla 被授予 AIE 最高榮譽，作為佢喺科研界作出貢獻嘅嘉許。但處於研究被迫中斷，而又沒得到支援下嘅 Tesla 並沒心情去接受那榮譽。其後喺經過 Bernarde Behrendt 嘅遊說下，只好接受了。但 Tesla 並沒將授勳典禮呢件事放喺心度，喺當日照舊去了位置白鴿。被發現後，最終還是去到現場接受獎狀及完成演講。當 Tesla 仍在專注於研究時，世界已經急速在轉。不久之後，美國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，而與德國嘅外交關係處於決裂。這時有媒體報道 Tesla 那個 Wardenclyffe Tower 是為德國做間諜用途而被命令摧毀的。那指控完全係喺無證據之下作出嘅失實報道。這個充滿惡意嘅報道不單對 Tesla 名譽地位做出極其嚴重嘅傷害，更直接喺關係到極其嚴重嘅賣國行為。由於沒有證據去證實，事件最後不了了之。